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当欢喜快乐。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能够来跟我们一起聚会。感谢天父上帝，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主宝座前同心敬拜。现在我们用祷告的心，从关心圣工开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事工。欢迎韩国华城瓦乌里长老教会学校师生16名于第一堂礼拜中与我们一同敬拜上帝。下周主日第二堂礼拜举行新任会长及长职就任式，名单请看周报。下周下午1点影音同工培训，请影音同工出席，也欢迎有兴趣的兄姐参加。2020年牧区调整，请看周报第8页。1月丰盛人生预购买者请至招待桌或2楼办公室。12月31日晚上8点，在礼拜堂举行年终祈祷会，欢迎参加。当周祷告会提前合并举行。1月1日，办公室休假1天。以下是2020圣礼典日期，如欲受洗，请向办公室报名。教育馆的景观工程及内部设备装潢的认线项目，至于招待桌，欢迎兄姐认线。以下是教育馆新建工程进度，请代祷及奉献。请持续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代祷，愿上帝安慰与医治。感谢主将生命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看经句，我们一起来读2次今天的经句。诗篇90篇12节，请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诗篇90篇12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同心来祷告。阿爸，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得称为你的儿女，你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当我们回顾这一整年，数算你对我们的照顾，我们知道人生不管在什么样的境况，在高峰还是在低谷，你总是对我们无时无刻的看顾。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是一群蒙受救恩的人。感谢你十字架上的救赎，完完全全的拯救了我们。无论是患难，是困苦，是迫害，是饥饿，是赤身肉体，是危险，是刀剑，都不能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然而我们知道，我们在许多事人犯了罪，得罪了你。恳求圣灵的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与你和好。如今这些事，我们也向你恳求，不单单只是能明白，而是我们也能用生命经历到你完全的同在。天父，我们要用你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来同声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让我们这时候一同用诗歌来敬拜赞美他。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
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将一切焦点转向你。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定息。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定息，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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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将荣耀掌声归给我们阿爸父神。主，感谢你，谢谢你，主将你的荣耀降临在我们中间。主，哈利路亚，你是那无穷无尽的爱，因为爱你降临在我们中间，因为爱诞生在这世界上。主，你的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上，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主，我们要献上我们赞美。
照在黑暗里，全因你怜悯，显明你旨意，主赐我生命，恩典与真理。成为神儿女，活出你心意，你的爱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价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吹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主，你是光明，照在黑暗里，全因你怜悯，显明你旨意，主赐我生命。圣殿与真理，成为神儿女，活出你心意，你的爱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价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吹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我们一起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洁羔羊，全地赞美归我王。哈利路亚，圣洁羔羊，全地赞美归我王。哈利路亚，圣洁羔羊，全地赞美归我王。哈利路亚，圣洁
羔羊，全地赞美归我王。你的爱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价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吹入我心灵，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是主，我们愿意与你一同进入那永恒的同在里。主，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主，我们从岁首到年终，我们都需要你在我们的生命里。主，求你这时候来到我们中间，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当中。主，我们这样赞美你。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桌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生命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出起初爱你的心。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生命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出起初爱你。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
的心。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2019年最后一个主日，让我们到你面前来，因为我们需要亲近你，我们需要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每一天的光照，让我们知道经历到了你脚前灯路上光的引导，从岁首到年终，我们都要经历体会到你丰盛的恩典扶持同在。纵使有死荫幽谷，纵使在死荫幽谷里面，你的杖、你的竿仍然保护带领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愿圣灵啊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再一次以感谢敬拜在你面前献为祭，让主欢喜。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感谢主，在2019年的最后一个主日，让我们一起聚集。我们特别今天有从韩国瓦乌里教会来，刚刚报告的时候有跟我们分享到这件，所以我们请这些年轻的朋友跟韩国教会来的，我们请起立好吗？来 stand up please， 我们欢迎他们。来，请坐。你看到他们穿制服的，就是过去这2年我们曾经解释过，他们小学的毕业旅行就是来台湾学3个礼拜的华文，所以他们礼拜4到礼拜5上第一天课，礼拜6就到淡水捷运车站去实习，拿一个单张说耶稣爱你，开始学的第一句话就开始到捷运车站去分享福音哈，所以他们仍然一样是他们的毕业旅行来台湾文化体验，然后学习华文哈，所以我们求主保守他们，一直到了明年1月21号，他们才离开，还有3个多礼拜这中间会有一些跟他们彼此的分享，特别是他们校长自己带队，他们从小学1年级到9年级，中学9年级，每一个年级有的9个同学，有的12同学，最多15个同学，所以有一个校长在带哈。我们再次欢迎校长好吗？那金校长 ，stand up please。在这个教会已经有9年的历史哈，带领这个学校，非常重要的就是盼望将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在日常一般性的教育中间，让年轻朋友能够早一点福音洒在他们的中间。我们今天也很高兴看到子祥，他带领了一群从那个纽西兰的朋友，我们 stand up please， welcome， 我们请他来，谢谢，好，谢谢，请坐 ，sit down please。他们是从纽西兰来的是我们的一个弟兄，这几年他都参与在学员传道会，要带领年轻人跟人家分享福音的好处，特别在校园里面。所以他们这一趟来，也在清华大学，在几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我们盼望我们有更多的年轻人也能够学习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功课。我们也欢迎今天所有在场的弟兄姐妹。2019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一起敬拜，我们也深信上帝他的慈爱同在，要让我们经历到。有今天第一次来的吗？有第一次来的吗？没有哈。我们盼望你能够继续有机会在我们士林长老教会一起来经历来敬拜。当我们在说到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就像刚刚所唱的最后一首诗歌敬拜中，只有上帝的话语，它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安稳自在。所以上帝的话语，它能够带领我们经过每一次的难关。所以我们要看上帝的话，请配音执事来为我们读以弗所书。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无知的人，要像智慧的人，要把握时机，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的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要用诗篇、赞美诗、灵歌彼此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好，我们今天就只看这段话哈。这段话是保罗特别在一个阶段以后勉励教会的弟兄姐妹。
今天是最后一个主日，我们献上感恩。这感恩，我们一起来念这华文，预备来。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上帝的眼目时常看顾。如果我们确信耶和华的眼目时常看顾的话，那么在2019年最后，我们也会做一个反省跟评鉴。我还记得1960年到1980年代，那个时候是蛮多到美国留学的时代哈，也就是说现在大概是70、80，很多那时候他们都到美国留学。那时候我很小，听到他们到美国去的一些故事，其中有一个让我那时候还读小学、国中的时候觉得很特别的，就是这些学生大学毕业了或研究所毕业到美国去，他们很多都要打工，要打工。打工的意思就是洗盘子，很多的洗盘子。后来听到还有一个打工的机会是什么？你知道吗？在美国很多的 house 前面都有庭园，后面有庭园，所以草很容易长。他们要割草，所以打工的人，我听到说要割草，在台湾很难想象。我要割草哈，那40、50年前他们就是借着割草，那你把草割完以后，美金就拿到了，成为这些留学生的生活费。我姐姐那时候去的时候，她说了一个故事。后来我发觉人家真的是这样。她说有一次，那个1970年代，她去一个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便利商店那么方便，有很多的小杂货店。那时候也没有手机，电话也不是那么方便。有一次她去看到一个大学生到这个店里面跟老板说：“你电话借我一下好吗？”老板说可以，他就拨了一个电话。就那个老板杂货店的老板听到这位大学生在打电话说：“哎，请问你们有需要打工吗？割草？”哦，你就听到对方说：“不用，我们已经有一个年轻人来了，他们觉得不错。”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所以他进来还跟他讲：“你不让我试试吗？我说不定可以割得比他好啊。”就对方很显然在说：“没有，我们这个工读生来了这2个礼拜，我非常的满意，我非常的满意。”为什么满意？表示那个老板那个住家的主人，他觉得这个工读生不错。没想到这个工读生还打电话，我先给你做2天不用钱的哈，你给我试看看，我说不定可以做得比他好。就很显然那个老板不高兴了，不用，我很满意这个，就挂电话。杂货店的老板听到这个大学生这样讲，刚刚唔甘嘛，舍不得，就跟他鼓励。哎呀，年轻人，尤其是看到这是外国来的嘛哈，年轻人现在打工的机会很多啊，你可以再找，不一定要去那家。就没想到那个大学生跟杂货店老板讲：“我就是那家割草的工读生，我必须要知道我所做的，我的主人他满不满意，有没有改进的空间，我才知道我能够继续怎么做。”我们的生命到某个阶段要做一个评鉴，在台湾我们比较少做这样的事情，自己反省，做一个评鉴。在过去这1年，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以许承道来说，我在士林长老教会担任了这个职分，领受了上帝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可能在各方面，我常常在想，到底我在主日礼拜我们领受了信息，弟兄姐妹领受多少？我知道每个人都不同，但是我有求圣灵感动，让我们在敬拜中间更深的经历到天父上帝的同在，在探访，在门徒训练，在许许多多的关怀，或是组织事工部的推动，这各方面的部分，我们必须要做个评鉴。有时候不是，尤其在台湾不习惯别人帮你评鉴，但是我们要学习，就像这位工读生一样，他竟然打电话到他打工的地方，然后要了解主人、老板对现在他所做的到底满不满意。所以最后一个礼拜，我们知道天父上帝时常看顾。如果天父上帝时常看顾的话，那我们更需要忠心在他面前了。所以也因为经历了这个部分，那我们相信用一个敬畏的态度来到主面前，会让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价值。所以箴言9章10节这么说：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每个主日我们来敬拜他，我们盼望我们能得着智慧，对人世间的事情更灵巧，更知道如何来进行。如果这样的话，
再过2天，2019年就结束了。问题是礼拜3 1月1号之后，你的日子还是这样过啊，不是吗？还是这样过啊？那这样2019年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从小就告诉我们这句话：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在20世纪，我们就已经看到了，有人用寸金想来买寸光阴，有人用吨金来买寸光阴，有没有？1寸的黄金多少钱啊？几万块。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人用几万个几万块想要买1寸的光阴？看过没有？有啊。几年前贾斯伯要安息的时候，他那时候得癌症，你想想看，让他几百亿美金全部花上去，让他多活1年，你说他愿不愿意？当然愿意啊。问题是你几百亿的美金也没办法换回来1寸的光阴。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人世间所经历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吊诡的事情，尤其是在美国这种资本主义的国家，这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是从美国出来的。富兰克林他说："时间就是金钱，所以你要好好的运用每个时间，好好把握。"没想到在天平上面，你钱再多哈，时间一个闹钟小小的，竟然比钱还重啊！想用更多的钱让时间多一点 ，no way， 没办法。所以我们在看到有一个经典这么说：啊，可叹呐！1寸光阴1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问题是，寸金用完了以后，金子还在；光阴时间用完了以后，在哪里？不见了。就好像你手捞一把沙起来，它一直掉到最后没了。时间就像这样一直流逝。那如果这样，光阴时间到底是什么？历史上我们常在讲，我如果问你时间是什么，你当然知道啊，时间就是什么？就现在是2019年12月29号啊。可是问题，这不是我要的解释。你想想看，时间是什么？啊，时间是什么？怎么一把逆故2019年过了？这是从印度开始，几千年前、万年前，从东方、从印度开始，他们观察，哦，原来光阴，我们在中文说光阴或时间，原来跟太阳跟月亮有关。当太阳升起、太阳降落的时候，就1天喽；当月亮绕我们1圈的时候，就1个月了。哦，当月亮，那当太阳呢？我们发觉怎么那个影子又回到那个地方了，表示1年了。所以千万年前这些古早人，他们就很有智慧的从日、地球、月亮，从太阳、地球、月亮就定出了年月日。而我们说你年月日就这样过来了，靠着天象运转，我们定下时间。很早以前，靠着天象的运转定下时间，所以时间就没有头没有尾，在那边循环嘛。时间在循环，印度人这古时候人就顿悟到另外一件事情，那这个跟生命有关，所以生命也是循环的。这个演变出了我们所知道的所谓的6道的轮回，哈，6道的轮回，我们现在是轮回到人这个道。做得好，做不好，做不好，下一轮可能就轮到畜生那一道去了。这个就是轮回的概念，每个灵魂、每个生命都在这样的一个轮回中间。这个是我们在说到光阴、说到时间的时候，以前的人的智慧有一种在循环中间，但是还有一种是在一种直线的。他们相信，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叫做过去了。也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结束，叫做什么未来。我们从过去到今天，从今天到未来，到将来，到明天去，那时间是一条线，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只是说在这条线上我进来的这个阶段往那边走。那这样的话就没有头没有尾，因为我们不知道它头在哪，也不知道结束在哪。可是20世纪有一个老师，后来我发现这2天才发现，他竟然也是血管瘤安息的叫做爱因斯坦。他提出了广义相对论以后，让我们发现原来宇宙时间有个起点，有个开始，不管是不是上帝的创造，但是这一位
影响我们极大的这位物理学家、这位科学家，他说到了时间竟然有一个开始，那有开始就不会是圆的循环，也不是无止境的过去到无止境的未来，而是应该开始有个结束，这个叫做线段。线段，一条线有头有尾叫线段，对不对啊？那就有个开始，我不知道什么开始的，有个结束，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但是确实有，因为我们从自然界、从物理的定律上面可以看到。终有一天，所以后来有个热力学出现，就有一天我们整个宇宙能量会越来越少，少到最后就结束了嘛，哈，这是这说有线段。因此，每个人的小生命，我们有我们的线段，宇宙有宇宙的线段，就成为圣经告诉我们所经历到的时间是什么。摩西所经历到的，我们在圣经曾经读过。当他面对如果真的宇宙生命有开始有结束，那你到底是谁呀？你叫我去埃及把那些百姓带出来，他们问：哎，你到底是奉谁的命令啊？这一位在荆棘中燃烧的情况不烧毁，旁边的使者这么说：我是自有拥有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历史线段的背后，有一个主宰掌权、创始成终的主赐给我们生命，并且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有限，我们虽然有限哦，但是我们会经历到永恒的意义。这个是基督教信仰圣经让我们看到时间、光阴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不是循环圆的，也不是无止境的过去到无止境的未来，乃是有一个主宰。有开始，有结束。如果这样的话，你的生命中间就有不同的线段了，对不对？有时候是长者的线段，有时候是婴儿的线段。你看最小的时候开始就要让他爬啊，看谁先抓到东西。渐渐长大有学习的阶段，无论是像我们这些年轻朋友从韩国过来，或我们到处去学习，或是到你上了职场以后，你开始有同伴有伙伴。你看到2个礼拜前，我们有8个年轻人去跑半马，这些都80岁以上了，还在跑半马哈。左上角这几位80岁了以上了，还在跑21公里哈，那半程马拉松。生命是一个线段，线段的话就有开始有结束。那么这个线段的背后，这个时间的背后，我们知道你要去经历，想办法要把时间抓好。如果时间抓好呢，有一些智慧的老师就用2种的比喻。一种叫泛舟，我们知道泛舟吧，哈，你泛舟就要掌握那个水流。泛舟没有泛舟过的请举手，好不好？泛舟你经历到那个吗？好，谢谢，蛮多的，还是长辈哈，长辈比年轻人多啊。泛舟你要知道怎么顺着水流，虽然说水流非常的湍急，看起来很紧张，但是你要知道，尤其每一条舟上那个船上都有教练，他知道怎么样带你。顺水是泛舟，很刺激。可是生命是另外一种，叫逆水行舟。水往东流，你要往西走，哇，就不简单了。所以我们会看划船的握的桨很辛苦，甚至要把船往上推，像右边这样的一个，这叫逆水行舟。无论是你在顺水泛舟，或你在逆水行舟的时候，我们到底能够抓住什么？你的手抓的那个桨，就可以让你顺水泛舟很快乐、很丰盛吗？生命中间有这些阶段哦，但是很多时候你要逆水行舟，好多的用力还近一点，稍微休息一下就怎么样？退2步了，好，稍微懒惰、稍微懈怠、稍微优雅一点就退2步了。你必须要不断抓住那个桨，逆水行舟或抓得这个水。这是我们在说时间在进行的中间有一个记号出现，它不叫时间哦，我们一般称为它叫做时机。所以时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它是一个流动的时辰。我们主日崇拜9点开始，现在已经9点40了，所以你已经找不到2019年上午12月29号的9点，你已经找不到了。你已经在时间的流程，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没有人能够阻挡。但是呢，
我们有一个主观的意义。2019年12月29号9点到9点40，这个时候对你的意义是什么？那个意义是主观的意义，我们称为 timing。我要把握这个机会 timing 来亲近上帝吗？把握当下，这是一个主观意义的展现。如果你不抓了，那个就过去，跟着 time 就走过去了。但是在 time 流动的过程中间，当你抓住了一些 timing 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因此不同，它会改变，不止改变你自己，也改变别人，许多有意义的事情出现。如果是活在 time 的时候，比较可惜，不是不好，你一样悠游的过日子，不是不好。但是当你的生命中间掌握得到回应更多的 timing 的时候，不一定是你抓的，有时候是你的回应。那个 timing 越多的时候，哇，你发现你的人生中间那个意义真的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刚所读的诗篇90篇12节告诉我们，向上帝祷告，向上帝祷告。我们再念一遍，来，求你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因为 timing 时机中间有上帝智慧的心，给我们好好的回应他。这是我们在说的时间跟时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寻找上帝的时机咯。我们不会停留在那边，生命不会停留。你看右上角好像一个茧，然后破茧而出，蝴蝶的生命从此开始。如果它停留在那个茧里面，它就不动了。可是上帝会雕磨，会磨练，让我们活出上帝的荣耀，破茧而出，生命蜕变。不管你的茧是什么，你的束缚是什么，我们要经历那个破茧而出，绝不要作茧自缚。所以诗篇90篇第17节这么告诉我们，我们真要求主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好，你做的每一件事情，若得主坚立，你会看到上帝的 timing， 不是我的 timing 了，上帝给我的时机。这是我们在2019年最后一个主日学习。因此最后呢，我个人觉得有2个功课我们可以一起来实践。第一个，当你珍惜光阴，把握时机的时候，要常常有那样的一个心情。在这个经文，这个故事是很熟悉的故事，可是比较吸引我的是那2个红字，叫做不配，不配。台语讲叫做袂堪的，台语叫做袂堪的，好，中文讲不配。这个故事里面有2个儿子，大儿子在家非常忠心，照时刻来下田种，然后回家休息。二儿子呢，有一段时间出去放荡。当他到了自己人生生命最难过、走不下去的时候，曾经走不下去，想说算了，我就这样结束好了。在这地面上有很多人这样做，很多人有时候是年轻，不只是年长，不是事业失败，不一定是因为生重病。有时候在年轻不知道生命意义、不知道生命方向的时候，会想说我干脆结束好了。我坦白讲，我自己在国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很迷惑。我的大哥大我12岁，他走过的路就是我要一步一步走的路。我分享过，我小学不用买制服，因为哥哥们留下来制服，那个绣学号只要许承道的道写上去就好，因为我们都是许承嘛。许承基、许承恩、许承光到许承道的时候，把那个道绣上去，你什么东西就跟着他们走。所以当我读国中的时候，我大哥结婚生子，我看他做得还不错啊。那再来呢，就等3尺6尺那个地方嘛，对不对？那我就是跟他走，那我干嘛要走这一趟呢？那时候真的很大的迷惑。与其80年后回天父上帝那边，现在就可以回去啦。那时候就有这种念头，在这个世界上到底要干什么？你在外流浪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会发觉你需要到天父上帝面前，可不敢啦，因为你已经把你的生命挥霍掉，把你所得到的恩典、应得的份已经花光了，根本不敢回到爸爸身旁。这是第2儿子，不敢。不过，这实在是生命的曙光。圣灵的光照让他知道要
到爸爸面前说：“我得罪了天父上帝，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每个人必须要经历到，你曾经挥霍过什么，糟蹋过什么。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省察，你不会觉得我有什么不配啊，对不对？我那么忠心，在我的职分，在家是好爸爸，到公司是好主管，在社区里面，人家看我是一个好委员、好主委啊。我贡献这个社会那么多，我也没有要求什么。那这个有时候，我们像大儿子一样，你看旁边大儿子回来了没有？背着锄头，看到这个情况，非常的不满。这个糟蹋爸爸财产的人，怎么可以回来呢？爸爸还这样对待他。很多时候，我们像这个大儿子，我们觉得我们都有按部来，应该上主日学的时候上主日学，读大学的时候读大学，然后在教会的服事，我照这样来。只要没有让我不高兴的事情，没有照我的了解的 SOP 进行的，我都觉得很好。但是呢，当我做一个牧师，做一个长老，当一个执事，当个会长，有一个职分的时候，有些事情没有符合我的了解，没有符合我的 SOP 的时候，我就生气了。你们这些同工在做什么？怎么可以把事情弄成这样？连牧师都会这样，连每个职分上面像大儿子。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像大儿子，自以为自己已经代替爸爸掌握这个家了，掌握自己的生命，以为自己已经能够掌握自己的生命，可以决定自己生命的一切。所以回到天父上帝面前，看到自己不配，是两个儿子都要去反省、去经历什么叫敬畏天父上帝，什么叫敬畏。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二儿子比较容易让人家注意到、反省、回过头。但是当我们生命中间走到大儿子阶段的时候，那是最大的挑战，因为常常会忘掉。我觉得这根本没有跟我没关系啊，是别人做不好，不是我没有做，是别人做不好。所以我们必须要敬畏上帝，坦诚自己的有限跟软弱，坦诚自己的有限跟软弱。很多的事情看到上帝的心意，然后自己在那个地方愿意更等一下，不管是像大儿子或二儿子一样，投靠在天父上帝的怀抱里面。第二个，当我们在2019年最后一个主日，除了我们常常 U-turn 回到天父的怀抱，不管你多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仍然要求主啊，我真的是不配，你来帮助我。第二个，我觉得我们需要来寻求明白上帝永恒的心意，就是说更深经历那个 timing， 更深经历到那个 timing。我们刚所念的经文中间15节到17节，你看到绿色的这些字眼，告诉我们明白上帝旨意的意思。日常生活中间，我们可以谨慎行事，在很多要做决定的时候，像个有智慧的人，会把握时机。在这个过程中间，借着等候上帝心意，借着行动，不是在那边做而已，借着行动，你明白上帝的旨意。这位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恩，在1960年代、70年代，在美国那个时候，1960的时候，他掀起了一个信仰的反省。当然，我们知道他有一些故事，尤其在那个时代，黑人、白人壁垒分明的时代。可是呢，他的见证让我们看到，原来上帝会期待我们如何把握时机。他所说的很多的话里面有一句跟这个时机有关。他说，如果我们照着律法来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话，那我们每个人都会变瞎子，对不对？有没有？你有没有发觉很多人对不起你？有没有？你要以眼还眼的话，那你的自己的眼睛也不见了，因为你要还给人家，你早就要还人家了。以眼还眼的话，我们大家都会变成瞎子，这是他说的。可是，我们可以不要这样，我们可以不要以眼还眼，我们可以怎么样？以爱来还眼。任何时刻都是你做对的事情的好时机，好的timing。不要等，
不要等到我什么时候我再来改变这个世界，再充满意义。不要，你应该好好把握现在的机会。我们知道他为了黑人人权而努力，到最后他被枪杀，是被一个黑人枪杀的哈。那人家说这样值得吗？人类历史很多这样的事情，他不会后悔。如果今天回过头来，你让马丁路德金恩牧师问他说，有一天你做这个人权运动是被你的同胞杀死的，你会愿意吗？我个人觉得，虽然他没有机会回答，但是我个人觉得他会说愿意，他仍然要上。就好像我们上礼拜看过了，我们的圣诞布置是耶稣降生，然后这边呢是耶稣钉十字架。问耶稣，你知道你到人世间是为了要被钉十字架吗？你说他愿意吗？当然不愿意啊。但是这个碑如果是天父上帝预备的，愿天父上帝的旨意成就。所以他说的每个时候，他都是你把握机会去好好做对的事情，那个恰当的机会，我们做，你就会经历到那个对的事情出现。所以2019年即将过去，是好是坏都成为历史。历史不要让它过去而已，要让它的意义存留到今天。这也是马丁路德金恩牧师所说的。他说我们必须要接受有限的失望，因为他在做人权运动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会失望，怎么会这样呢？对不对？我们都经历，都读过，很多人读过那个故事，他们被受了很多很多的迫害，所以我们会有限的失望。没关系，你就接受它，可是绝对不要失去那无限的盼望。只要有未来，我们就会有盼望。这是2019年最后一个主日我们要经历的。几天前我们在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的今年的圣诞主轴是希望在圣诞。我们那天也看到教育馆的十字架的灯亮了哈。我们希望这几天一直到31号晚上这个教育馆十字架灯虽然说使用执照还没有拿到，但是我们用临时的灯出现，盼望让社区的知道，不是因为士林长老教会教育馆盖起来了就带给你们盼望，不是，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的诞生带给世人盼望。所以我们求主要帮助我们一起来，预备来。上帝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也就是要知道，其实我们是在软弱有限中，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个部分，然后走在主为我们预备的那个 timing， 衔接永恒的 timing， 衔接永恒的 timing， 我们能够走在那个永生的道路上面。所以这个礼拜中剩几天就要跨年，后天就要跨年，我们有个祷告会在这个地方8点到10点。想一想，你这个年纪怎么解释时间？怎么解释光阴？你怎么解释自己的生命？你有什么不同的解释或体验分享吗？你举具体的例子，跟你的亲人、跟小组员一起分享。第二个，就好像我们说的，2019年绝对不会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一年，一定有让你最震撼、让你最感恩的一件事情，有什么是什么？你怎么领受它？在这个事情上面，怎么经历，然后求主带领进入到2020，这是一个感恩的时刻，也是一个决定的时刻。但是我想，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会为许许多多的需要来祷告。尤其在说到2019年最震撼、最感恩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特别要分享一位姐妹，叫做季璇，四季的季。我一直以为她姓季，不是，她姓李，木子李。2014年农历年，我们大年初一感恩礼拜的时候，她第一次来教会，我看到我就吓一跳，因为我们的年初清霞礼拜，大部分都是合家大人带家从南部回来的来这边感恩礼拜。怎么跑出一个不认识的年轻人那个时候她20来岁，一个姐妹，她来参加那个感恩礼拜，我们就当作是过客嘛，所以礼拜完以后就吃那寸枣啦，吃麻辣，大家就 say goodbye。没想到过3天主日礼拜的时候，她又出现了，
好，就从那一年开始到现在，这位叫季璇，认识他的请举手，知道这个人，好，请谢谢。好，这个年轻人，那当然他这个时间，他东吴社工毕业，也在学校的辅导室学习，现在在张老师啊有个机构张老师在那个地方服务啊。上个礼拜六心是痛得很，就赶快到星光医院去急诊。后来那个星光医院急诊室的医生非常反应快，没有把它当作一般的疼痛，不只是照 X 光、照超音波，还给他做了电脑断层。所谓电脑断层，就要注射显影剂，看心脏。原来他的心脏的主动脉，如果这是心脏的话，这是心脏主动脉就冲出来那条线，那个主动脉大概2.4公分，这条已经变像气球吹的像6.9公分那么大了，啊，也就是说气球一吹开来，你不小心碰到它就爆了，身上一颗不定时炸弹，身上一颗不，所以那天急诊马上就住院，过去这个礼拜再做一些检查。明天中午要手术，医生坦白讲，这手术很大，因为必须要把肋骨切开、搬开，把心脏拿出来，体外循环，要做3个手术。第一个要把主动脉这冲上去这个气球换成人工血管，转弯的地方叫弓形动脉，主动脉那段也要剪断，也要换人工血管。最重要的是从心脏冲出来这个瓣膜必须要换，这个瓣膜要换成牛的瓣膜，因为牛的瓣膜大概可以久一点，15年，但15年后还要再手术一次，好，就是要换。那这个对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来说，哇，真的震撼。医生也坦白讲，过去他自己手上碰到的是50岁以上，大部分是70、80岁的人，大部分是第一次碰到这么年轻，啊，以后他生命的后面不知道是怎么样，但是这个手术明天中午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当一个牧师在教会的牧养过程中间，或带领弟兄姐妹宣教的过程中间，我们碰到很多的迎来送往的事情。可是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大，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震撼，但是也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昨天下午在星光医院，季璇的爸爸他们住宜兰也过来这几天也过来要陪着女儿。但是爸爸真的不知道怎么跟女儿讲话，陪她一整天24小时，讲不到一句话，因为不知道怎么讲男生比较不会跟女儿讲，女儿如果不撒娇，就不知道怎么互动，这就停在那边。不过昨天下午，因为爸爸是民间宗教信仰，在昨天的分享中间，让他看到一个盼望，就是这不是你的责任，也不是你有什么样的错，你没有做什么错，你爸爸已经尽心尽力陪这个女儿了。我们有个天父可以让你靠，你放心，这不是你的责任不是你自己要去承担。女儿要手术，你什么都不能够做，不能代替，不能分担，对不对？但这不是你的责任，有一个天父上帝会负责到底。季璇说他第一次看爸爸哭一个70岁的长辈当一个爸爸照顾孩子从来没哭过，但是这个时刻，我想这是对我来说是最震撼的一件事情。2019年，你生命中间有什么样最震撼，带给你感恩？你看到一个引导，看到天父上帝的同在。我们同心来祷告，感谢天父上帝，让我们能够在你所预备的圣日一起来敬拜，也能够在这个时刻再次领受你生命的话语，使我们真的能够得着智慧的心，珍惜光阴，把握时机，以便于享受借着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丰盛生命，以便于能够在天父上帝所给我们的各种恩赐跟机会中间，跟人家分享福音的好处。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时候，让我们再次站立在神的面前，用诗歌回应神的话。
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生灵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生灵如雨降临。就献上我们的祷告。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会中请坐，让我们以感恩的心一起来奉献。奉献后，请许牧师祝祷。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放弃。耶稣，为要得着你，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
再抛弃。耶稣，唯有得着你，我已决定，我一生最爱是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每一天同样宝贵的时间光阴。我们求主圣灵时常经历，让我们能够转化更新，以便于我们所领受的生命能够荣耀你，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与你们同在，从今日直到永远。阿们。请坐。今天的礼拜在订阅后结束，祝福大家平安。你爱使我苏醒，重新来过，深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启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想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即使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下好不好？测试，哎，有了，哦，今天那赛做过了。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吼。即几天的天气吼变化足大的，一天出日啊，一天落雨，总是对年初到年尾，对早起到暗暝，无论是出日还是落雨，拢是上帝所赏赐。咱就要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上帝美好的赏赐。咱只是请咱安静咱的心，掀开头前的圣诗53首，53首。伫清静的暗暝，圣诗53首，伫清静的暗暝，这是高俊明牧师写的诗吼。描写敢若平安夜的情况吼。咱搁一摆，即圣诞节过后，咱搁来一摆，用安静咱的心来孝念上帝出耶稣的出世，为着世间人来死。带互咱愿望，咱就用感恩的心来唱这条歌。好，开始。你清静的暗暝，主耶稣出世。第二首，请掀开圣诗434首，434首。主有恩典大慈悲，主有恩典大慈悲。我即摆搁在念这条歌的时阵，我感觉这个台语的词吼，写了就水的吼，敢若一条台语的古诗共款吼。啊，毋过伊可能有一点仔较文言吼，所以咱来念这歌词吼。5段拢要念一摆吼。啊，咱真侪所在，甲咱平常念的可能无啥共款。比方说第4站吼，花香鸟语吼，啊，再念花香鸟语。真文言吼，真水。咱即摆吼，来，阮第1节开始来念歌词，念一摆吼。来，主有恩典大慈悲，带咱平安过一年。但愿感谢用诚心，求主上帝听阮言。第2节，感谢你是阮乡土，美丽如画景那图，使贵长势。照天时，3好3听来徛起。第3节，感谢春雨年年落，
润泽土地好种作，溪水长流，山岭青，五谷菜蔬各不厌。第4节，东怀河汉太平洋，西泡平原好种稻，花香鸟语人情暖，美丽天成咱台湾。第5节，可惜乡亲做迷信，报团福音着赶紧，带入白刀当受温，四海一家享天伦。敢若真侪破音字安尼吼，所以咱咧念的时阵吼，爱看迄个白话字的迄个念法，吼，对无？先生来指导。亲像吼，咱看到咧第2节，吼，第2节，感谢咱第2节吼，感谢你赐阮乡土，美丽如画，毋是画啊，画 O A 画。老师的呀吼，梁老师的梁子，美丽如画，伊这是甲音要合到阵。你读的时阵无一定体会遐深，但是你甲唱出来的时阵，你会发现甲伊的音是连到阵的哈。美丽如画，是的哈。啊，佫亲像讲咱看第4节吼，东怀河汉太平洋，西坡起来坡。吼，西坡，吼，西坡平原好种稻。哎，这我就感觉吼，翻译的人应该名爱出，翻译太厉害啊！吼，翻甲真水安尼吼。廖长老爱到开课安尼，无及格。哦，像后摆有机会吼，来大家来学白话字，真的是。真水吼，啊，读起来真趣味。虽然读唔到，嘛是人讲迄个高在燕平老师讲，这叫装饰音呐，吼。嘛是讲学习吼。好，咱即摆来演专首吼。这是礼拜要开始，请照角。
主啊，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这个山犹未生出，地甲世界你也未造成。对永远甲永远，你是上帝。愿你的所做对你的奴仆显现，你的荣光对因的子孙显明。三甲来吟诗学老上帝，圣诗53首，伫清经的暗暝，兄弟姊妹请起立。天父，我靠你，以你为可靠的，迄个人有福气。独行其事的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是应该受称颂的人。你照着公义统治天地，互人享受平安。你也要为着困苦的人伸冤，拯救丧养的人，搁施恩互敬畏你的人。伫你的日，愿要发旺，阮也要因为你受祝福。万国要称阮是大有福分的人，也愿你的荣耀存到永远。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阮感谢你过去一年的应许祝福，虽往有拄到试炼困难，我的心内依然有信心甲盼望，因为知你的应允袂话空空。你是阮的关台，阮的避难所。也是阮随时的帮站。愿你纪念祝福阮的国家，互执政掌权的有属天的智慧，实行公义甲和平伫即个国家，也甲即个土地的人民同在，祝福，互咱搁顺利的总统的选举，求主的旨意显明。同时也愿你的听甲恩典甲。香港当地的人民甲政府三个伫地，你的荣耀的名要高举伫迄个所在，就来敬畏上帝，追求上帝的心意。新的一年，求主来眷顾咱属灵教会，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冕旒，你的路径拢有油咧滴。
阮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教育馆兴建的事工接近完成，求主纪念建委会委员的用心，兄弟姊妹甘心乐意的奉献，来恳求你来保守教会甲厝边的关系，感谢因伫时间的过程的包容，也求你伫咱遮所有的关系之中来做王，互阮教育馆会通成做即个社区的祝福。愿主，阮的上帝的荣美归伫阮的身上，阮的手所做的工，愿你来建立。新调整的教会误区的事工，愿圣灵引带阮用天父的话来相结连，无论伫牧师还是长职甲会友之间，咱三甲来甲主团契，咱伫团契中，兄弟姊妹三甲来陪伴分享，肢体互相的扶持看顾。兄弟姊妹中，若有病痛、心生软弱的，也是咧追求新的工课，也是新的生命的方向的，求主的灵来保守。当阮呼求主的名时，求主照着你水的旨意来应允来行。求主的灵即时，甲牧师兄弟姊妹三甲伫地，互阮的心清气，互阮的手清气，心平静来敬拜你。伫学了中，也伫牧师的分享中，定心得到快乐，坚固阮的信仰。新的一年，阮的确要确信，主要开阔阮布场的地，也要放大阮徛起的所在，袂为限定。因为阮知，我靠你，以你为可靠的，迄个人有福气。阮兄弟姊妹也要三角以主教示咱的祈祷文，三角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对互阮的日子。着救阮脱离迄个歹，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兄弟姊妹，请坐。咱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启应文第33篇，诗篇139篇。我来启，兄弟姊妹三甲来引。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有监察我，捌我。对真远，你嘛看袂出我的心思。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你已经知我要讲什么。你亲手保护我。遐尼关心，超过我的了解。行到倒位，我才会当道谢你。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也是去到日落迄边，伫遐你的手嘛会，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叫暗暝，甲我压榨。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
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沙较济。袂当透彻你的奥妙。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三甲来讲读圣经，记代志以弗所人书第5章第15甲20节。以弗所人书第5章第15甲20节。台语汉语版记载伫新约的222页，和小本伫咧新约的297页。以弗所人书第5章第15甲20节。所以着真足看恁的所行是怎样，毋通亲像无知识的，着亲像有知识的，着保守机会，因为胆经的时势邪恶，所以毋通戆戆，着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也莫得酒醉，话滴到放肆，是着互圣神充满，用诗、用歌、用神的父，三角相应答。用新吟诗制合来学老主，万事常常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俾上帝。赞美，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一切。咱请新歌队。
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有平安，咱甲上帝会通相结连，因为上帝伫上帝的内面，咱就有永远的平安。感谢圣歌队水的诗歌的分享。接下来正道，咱请柯牧师，正道的题目是光阴。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咱伫个2019年上路尾即个礼拜日，阁会当参加组织。当然，咱踮伫咧讲台语，我发现讲吼，袁总拄好伫遮吼，所以拄好我都已经看到下骹有几个伫中边目头夹起来吼。即个实在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语言本来真要紧的，就是爱定定用吼，定定用。这对因来讲，实在是一个挑战。无一定是年轻的人，有当时咱60、70岁、70、80岁，因为工作的关系、场合的关系，咱习惯讲一款的语言。虽然你会晓7、8款，但是到尾真自然1、2款是通识的啦。若要用到另外其他款的语言的时候，有当时会卡吼。无咱求主帮助咱。在这款的学习的过程中间，咱在算2019年主所互咱的恩典，国过2天。地球共款西，日头共款咱东边起来，伊个吹甲今仔哪有啥物差？共款啊，是敢若讲咱踮伫咧时间的计算顶头，咱称作光阴。第一场礼拜有15个按韩国来的朋友，所以你会看到我内面有一寡韩国话。我坦白讲哦，我嘛读无。后壁的金句我有甲写，按多断句我也不知道。我就讲到遐就甲世界，我就足惊爱讲哦，波伊比吼，2个波甲伊煞共切断吼。韩国是用发音的哦，毋是你的吼。我看因第一场，因为伊这是因即个教会华乌瑞教会的小学6年毕业旅行4礼拜来台湾上华语，住伫民传会馆住伫民传会馆。所以这是你会看到我今仔日有一寡遮，咱欢迎。这个时间因伫少年团契，甲咱少年团契最近也聚会第一场咱有特别欢迎到因校长来，班导师来，搁一个翻译，嘛是韩国人，这是宣教师去中国宣教师的后生，这李世系刘老师所以中文讲到比咱搁较精片子伊的英文，伊的中文你听，踮咧北京20几年，爸爸是宣教师，伫北京遐宣教，所以咱感谢主，互咱有即款的一个接触甲交陪。所以伫咧即个时刻，我实在是特别爱感谢天父上帝引带甲带领。尤其是办公室的同工，2个咱知保会甲需要，我即个人袂晓讲感谢，袂晓学路，实在是认真认真。我感觉即个踮咧教会大汉的，我感觉踮咧教会所做多一项代志，人甲我讲多谢，我变做足碍腰的，我会很别扭，很不舒服。不是不喜欢，很高兴，但是因为真细汉出世踮咧就伫拜堂爸，阮捌踮咧遮8个囡仔倒咧遮困。因为牧师馆无，遮是烫死围起，烫死听有无？烫死围起，讲道是伫这烫死的头前，阮8个囡仔就是倒喺遮困。读幼稚园、读西门国小、读初中的，即马食饭的时阵是圣餐道，长老教会圣餐道真罕咧囥喺遮，拢是囥遮，大部分即马食饱了，就为个圣餐道写功课。有一段时间喺中心教会拄开拓的时阵。所以真实的，我煞较袂晓得感谢，所以在这个年尾，也特别爱感谢我的同工保会需要。虽然有当下有一寡代志做了客，那互咱兄弟姊妹无啥欢喜，请咱较包容。因安尼遐尼长的一礼拜5天，连做礼拜我讲一个爱做第1场，一个做第2场，因讲牧师今仔日无可能，为什么无可能？爱介绍爱重新发票一大堆，一张爱做传票，这2天做无了就。毋是因无爱加班，时间到就变2空啊！拍落去就无共款类似即款。若无因拢是一场一个做第1场，一个做第2场。当然嘛，先感谢上帝，互咱有遮个牧者的同工，包括张传道、郑传道。我也特别爱感谢咱遮个中级同工，上帝交托咱即款要紧的积分，咱会当忠心伫伊面前。无论咱伫咧中级会同工安怎分组。也是讲咱伫咧规个议体的建设的顶头，咱拢会当服侍伫迄中间。尤其有当时我讲话虽然细声袂晓大声，毋过我定定
会有一寡想法，啊，中级拢真体贴，啊，就尽量配合。像讲请因挂名牌，啊，可能以前较少挂，啊，有当时啊吼，加几礼拜也袂记啊。因为我感觉即个名牌毋是要互人安怎熟悉我，主要是要互人知影讲我领受即个积分，我要服侍兄弟姊妹。所以特别若碰到新的朋友，当伊安尼讲请安的时阵，人袂踮咧台北市，常常有人甲咱讲话，咱不一定舒服。哦，知影你是技师某某人 ，OK， 真欢喜，因为你代表技师，甲欢迎吼。啊，即个就类似。啊！伫教会服侍，实在是真感谢中级同工，特别是一个团契会长同工吼，大家拢真忠心伫咱所受主交托咱诶顶面，所以这是即个时阵伫年底，咱特别感谢上帝，互咱踮咧树林长老教会三甲安尼。那安尼，伊嘛引带咱树林教会即个地点真特别，离捷运遮尔近。所以咱常常会碰到来去，今仔日有一个按香港，下晡要转去香港，伊来做咧，我一看，哎呀，这姊妹无熟悉啊，咱的园长、丽娟园长、郑总长老因吼，足敏感的，看到心里马上去关心，原来是按香港来，下晡要转去，吼，啊伊基督徒就知影礼拜日，阮人来礼拜哈，礼拜煞，伊下晡就要坐飞机啊。咱有当时啊，嘛会碰到即类的，亲像咱伫10月有一个姊妹对马来西亚来。伊是马来西亚大学毕业的做研究员，我咧问讲啊，你咧做啥？啊，伊袂晓讲，即我替讲啊，我知你毋是咧变声的梦吼。伊就是咧研究梦啊。登革热台湾吼会研究，世界有名，所以马来西亚遐有款共款的报告即款。咱有冬天会甲即个疫情吼小可哟。马来西亚有冬天无？咱拄仔吟诗讲四季如画，四季如画，因遐可能无吼。啊，伊来踮咧台湾大学遐做研究员3个月，今仔日就要转去啊，叫做子轩吼，咱请子轩起来，互咱来请坐，请坐吼。咱第2场较少看，伊按来第1礼拜就来咱遮做礼拜，吼，拢第1场。拜一暗拢参加幸福的小组，有2个囡仔，因先生嘛是教职，伊即马咧今仔就要转去啊，今仔会转去已经3个月啊，按10个来甲咱中间，敢若亲像咱嘛有青年人有机会去国外交流，还是去学习，咱求主祝福，尤其是咱树林教会，因为伫即个地点的关系，咱常常会有即款安尼来去短期的朋友，我个人是感觉讲。不管是中级啊兄弟姊妹，咱学习一个功课，你培养你的敏感度。礼拜煞的时阵，找一个你无熟悉、毋捌的人，你就甲招好讲平安，吼，真欢喜三甲敬拜。因为伊有可能是第1摆来，像早去香港，早去有一间是对纽西兰来，子祥严温人的后生，吼，子祥就是叫严秋姐孙呐。子祥带纽西兰带11个大学生年来台湾，学园传道会来做福音分享的事工，所以咱教会会常常有这款机会吼，咱希望主帮助咱，互咱伫这个所在，毋那敢若诚做社区的祝福，嘛要诚做伫这个所在来去的人，伊有一日伫这个所在虽然参与1摆礼拜尔，但是会带互伊生命中间无共款的体会甲学习。所以，伫咱拄仔所读的圣经到尾啊，最后一个主日礼拜，咱求主帮助咱同下骹遮预备来，对年头到年尾，耶和华你上帝目睭常常看伊，当然伊这个有继续。年头到年尾，今仔日已经是上尾主日咯。耶和华上帝目睭，伊常常咧看过，常常咧看过。咱是毋是有去经验着伊咧陪伴、咧照顾咱？吼，这个部分。尤其是到落尾，咱求主，亲像伊所讲的，这是咱对主日学就背起的吼。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迄位圣的就是聪明。咱希望会当得到人生判断的智慧，咱希望会当得到伫咧办理代志、真灵巧、聪明这款的表现。这是按敬畏耶和华上帝开始，这是一个功课。所以，那安尼今仔日伫咧2019年上落尾礼拜，我用光阴这个字，这韩国话我都袂晓翻啦，连英文都唔知要安怎翻。光阴的英文怎么翻？
啊，咱来问英文老师哦，光阴有光有啥？有暗。哦，这是汉字这个真特别的所在。所以古早有一句话讲：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莫讲寸金难买啦，敢有人想要用吨金来买光阴？一栋哦，敢无？几年前贾斯伯，哦，贾博士，嘿，贾博士，你想看卖？那互伊叫迄几百亿的美金拢付出，加互一年100无？有法度无？所以有一句话讲啊，偷窥。有影，即句话讲吼，寸金用了啊，金还阁伫个，是干那伫什么人的落地啊？问题是光阴若行去都无啊，所以咱一直想要用更较侪金啊，看会当甲地起来无？甲迄闹钟地起来，会袂？你会想要用更较侪金啊，甲地啊，看吼，我加活2年啊，无加活2工无？但是敢若无法度吼，更较弄一个闹钟就比几落栋的金啊，更较悬，更较有力，这是咱所经验到。所以当咱咧讲光阴，当咱咧讲时间的时阵，咱的圣经到底是安怎看？为什么有这个光阴造出来？咱讲有光有暗。古早千万年前，这是对印度开始，尾啊，这款印度影响到东方的文化世界。当然，到希腊的文化中间，咱嘛看到这款的概念造出来。因通过观察这个星、月、日的变化，开始定着时间 time， 开始定。所以光阴其实就是年、月、日嘛。咱看到日头按遮起来落去，因讲这叫做一日一天。看到月年哦，甲咱生个圆啊，咱叫做一月一个月。这个影安尼行来行去，到尾啊，有一天伊佫共款伫迄个点，这叫做一年。所以古早人观察几落代，这是观察几落代哦，慢慢做记录了后，年月日就被定下来了。当然尾啊，会经过一寡科学性的调整，所以对印度开始这款观念，因为发现讲，哦，原来时间是一直在逝啊，一直在循环，一直在循环，所以时间是无头无尾，那圆的就无头无尾嘛，圆就无头无尾，所以时间是无头无尾。对伫安尼，因去晓悟一项，原来生命嘛共款，生命嘛无头无尾。所以就踮咧遐，迄个轮环，踮咧轮回啦，踮咧说，你讲即马是伫昨昏过去啊，真有可能昨昏变明仔载，因为踮咧一个圆箍啊中间咧说，对伫时间有即款观念了，变做生命因也安尼，所以咱才会听着讲，即佛教也好，即款的轮回，踮咧6个道中间的轮回。这个时间，咱踮咧人的中间，有可能会死人轮回，走去精仙，还是走去鬼，还是走去阿修罗，还是走去倒一道，总共6道，这是圆的概念，时间圆的概念。但是，当一寡其他的文化加入去时，发现讲，毋是安尼，时间毋是圆的，时间是一条线。古早过去的代志，咱讲昨昏讲过去。个足远的未来，咱讲叫做啥？将来。所以有过去，有将来。所以时间是一线，毋是踮遐说，因为若踮咧说，就无将来，无过去哦。过去的代志会变将来，是毋是？那圆的啦。但是若直咧就无共款啦。咱是对过去的日子来到今仔日，然后对今仔日要去将来的所在。所以这个时间是真奇妙，日头毋知伫倒。无止境，后壁伫倒位毋知，嘛是无穷无尽，所以这直线走出来，这直线时间观念走出来。但是到20世纪的时阵，有一个先生，伊发现讲，毋是无穷尽的过去，甲无穷尽的未来，伊讲有頭有尾。这个虽然不管伊是毋是基督徒吼，
但是这个伊对伫伊所领受的智慧，观察到这个所有的学问，你讲有头有尾，这个宇宙有一个开始，有一日卖结束。我去问迄个读物理的，这叫第二热力学，意思讲有一天，所有这星球、这宇宙所有的物件，伊的能量都散发尽了哈，就结束啊！啊，唔是世间的末日，是叫做宇宙的末日，所以有落尾，所以这个变做就是有头有尾。啊，这个爱因斯坦，1955年安息76岁，伊的概念就互人看时间无共款啦，拍破轮回以外，佮拍破讲无穷尽的过去到无穷尽的未来，无开始无结束。伊讲 no， 毋是有开始有结束，这是科学用的证明，用的毋是证明，科学用的计算，用的讲出来。我这改变规个物理世界，咱知影吼，20世纪改变真多。伊甲牛顿讲，伊讲牛顿伫迄个时代是无人通取代，但是咱知影相对论出来了，牛顿一寡理论哦，去互并盘，哇！原来发现迄是伫咧一寡时间、一寡空间的情形。所以讲时间有开始，这都会当互咱倒转来基督教信仰咧讲时间哦。原来时间是有头有尾，毋是轮回，嘛毋是无穷尽，后摆慢要行到倒去。有圣经甲咱讲，创世纪讲上帝创造，启示了讲有一天。这个宇宙的结束，到底这款的这个主宰超越时间的主宰是啥？出来去第3章14节，摩西伫旷野碰着刺皮，在烧无烧火气的时阵，一个声音甲讲：我就是早之地、现在之地、将来之地，自有应有的存在。自有应有的并存在。所以创造的主。掌管一切，伊也守护咱性命。伫有限的年日中间，经历着上帝永远的意义。这伫咧咱的理解中间就走出来，咱迄个线段就走出来啊！性命都毋是无穷尽啊咯。每一个人有你的线段，这线段安怎讲啊？一条线啦，逐个人的长度无共，那一条线长度就是有头有尾嘛。咱每一个人拢是安尼，这个历史，这个宇宙世界嘛，共款，伊是足长的，但是有头有尾，这叫线段哈。一条，敢若你要填衫，你的一条线，你甲切断一条线，无一条线是无头无尾的啦。所有的拢是有头有尾，所以逐个人的时间、光阴、性命，囡仔开始白，倒平这就即马11个学生，即马伫少年团契遐，甲因的相片来，这因人生学习的过程。有一寡伫社会青年，大家互相鼓励，做阵工作。到年中，嘛有一寡同伴，亲像咱的少年团契共款。我再甲2礼拜前，咱做阵去跑半马，下遐咱的青年团契，客友讲，这4个拢超过80岁啊，搁咧走半马吼，倒平遮，这就是无共生命阶段，咱拢是一个线段。不过，上帝守护咱时间，守护咱光阴，这是上重要。唔通互时间、光阴的数字甲你限制，爱记后壁要互你的性命是甚物？那安尼，咱就要定心了解光阴、时间的讲啥。人生中间有人去犯罪，第一场我问讲犯罪的人举手，结果吼长辈比少年人较侪哦，就是少年人竟然唔捌去犯罪哦。因为犯罪按1980开始，踮咧台湾哦，你若去瑞穗遐、太平洋吼，冲落去，敢若倒平。每一台即款的迄个汽艇顶头拢有教练帮助你，迄个吼水流真错流，但是要安怎把袂扁，佫会当顺迄个一直到太平洋吼，即个泛舟，逐个人拢举一支划桨嘛，毋免有影无。你若会惊，你就紧甲船油互调就好吼，你无一定爱去过。但边仔拢有教练帮助咱顺水而走，顺水来泛舟。正平这叫做啥？你若拢安尼行落去，船要安怎？古早无遐噗吼，你看咧莫道，就是爱靠人安怎想办法甲逆水行舟甲过起来。有的所在无法度过，像即款错流的所在，人甚至爱落来甲船杀起哩安尼。人生有即款的，有时你顺水踮咧。行足欢喜快乐，真刺激，
有时敢若亲像溺水行船啦吼，即款的逆水行舟的情形下面，感觉真艰苦，真出力。哦，小可吐一个气，停一个呢，搁退两步，赶紧的哦，唔通停哦。人生中间时间亲像安尼，敢若亲像你若小可停，伊就行。所以有一个老师讲，袂需要你手捏一杯沙，伊就一直落去，落到上尾啊，你手内面啥拢无。迄个沙叫做时间，你抓伊袂牢，伊就是按遮一直走出去。走到尾啊，时间就无。若是安尼，上帝予咱的时间是甚物意义咧？所以咱分享嘅一项，时间叫做 time， 时机叫做 timing， 时间就是客观的事实。2019年12月29，即马11点10分，咱10点半开始礼拜，咱已经无机会搁倒转去12月29 10点半，无机会。迄个 time 这是客观的事实，伊行过不可逆，袂转来。但是 timing 是什么意思？迄是主观的意义。2019年12月29 10点半到11点半，我踮咧即个所在，伊是行礼如仪，行过像时间咧行共款。啊，就即个时间往来吼，啊，同每礼拜啊，袂歹来即个所在听圣话对吟诗学老，是我通大诶安慰甲鼓励来听，啊是讲伫即个所在会看到一个一礼拜、2礼拜无见诶同伴，不管是甚物原因，啊是讲我来到即个所在，互我诶心灵会当经验迄个奥妙诶天地诶同在，毋是讲踮咧厝伊无看过我。但是当兄弟姊妹同心敬拜时阵，迄款同在的经历，互我心搁一摆得到平静安稳。所以我要来。2019年12月29 10点半、11点半，是你的 time， 还是你的 timing？ 是你客观而且时间，伊就咧流嘛，继续行嘛。等下就爱知影要安怎去顺心，吼。用行的去，也是即款天气，4个人招客停的来去。那你即个上帝互你的性命变态，伊留过去。但是即个时间，你若咧想，为什么科牧师用 time 甲 timing 加 ing 就差遐多吗？你进入一个你主观的意义中间，即个若会当创造时间，即个。若会当创造日月，佫会当创造这个生命，那呢？伊到底啥？天父啊，人称你做天父。后礼拜咱的主日礼拜讲道的题目，要叫做全能的上帝，天父，我的主。为什么基督教信仰中间，甲这个主宰遐尼啊侪称呼？所以对你来讲，这个时阵是你的 time， 还是你的 timing？若是你的 timing， 这个主观的意义，你也来回应，你也抓条。你嘛用个放轻松，迄嘛是你一款主观的解释意义，来经验天父的同在。人若敢若有看，敢若有时间较无彩，反正就11点半总是会到嘛，对不对？华龙街我还要去，爱个去叫啥？去叫狗啊，叫什么狗？我袂晓，拢煞袂记。好。掠狗啊，对，嘛是爱去华龙街掠狗，啊，知影掠狗的意思无？有90狗，有199的吼，49的吼，啊，就来遐掠狗安尼吼。反正11点半就要到，啊，我过半点钟就要来掠狗。上帝互你的生命是伫碳的中间就留过去，啊，是伫碳面的中间，你掌握领受迄个意义。诚做你所听的人，诚做你家己，诚做厝边有意义的代志，这就是时间甲时机无同的所在。所以那呢，诗篇90篇12节再安尼讲，哈，讲求你教示阮怎样来算家己的日子，通互阮得到智慧的心。原来啊 ，timing。你若掠条，若产生主观的意义的时阵，会伫迄中间领受上帝所授予智慧的心。这诗人真深有这款的一个经验。所以哪呢？咱甲 timing 咱知的时候，咱就袂受限制咯。咱就袂踮一个实况中间，敢若像迄个那个作茧自缚。
虽然那个茧会有一些重担，但是咱知影，咱会当脱茧而出，咱袂作茧自缚，袂丢伫遐。因为上帝继续的磨练，来帮助咱，互咱愈修愈成熟，愈成熟，来活出伊的阳光。伊要坚固咱的手所做工，这是上帝的态度。常常经验伊的同在，甲伊交谈，知影伊伫咱的中间。所以那呢，上落尾，我个人感觉这是一个机会，佫倒转去信仰的基本功课。咱拄仔所读的圣经，甲咱讲到爱珍惜光阴，爱把握机会，把握时机。珍惜光阴，把握机会，毋是讲叫你做代志拢爱做真紧，时间表填满满，我没有浪费一分一秒，毋是这个意思。圣经甲咱讲，其实是存一个敬畏的心，存一个敬畏的心。然后看到家己的有限甲软弱，圣经这个故事咧讲，老爸有2个囝，大囝拢照时间踮咧厝大斗阵日出做田日落转来。第二囝讲总早晚有一天爱分财产嘛，你先一半互我来做生意。今仔日这个时代无共款啦，佮做田赚的有限，做生意赚较多，老爸甲迄半分互伊，无想到拄好时机不对，碰到金融风暴，碰到啥等等哇！所有钱开了，无家己个生活无点无好势，到上落尾，什么拢无。人生到上落尾阶段要结束啊！圣神的怜悯甲感动，互伊醒悟。我都算倒转去做一个请工的，踮咧阮老爸遐，我嘛继续袂枵死。我人就踮咧外口安尼亲像乞食，比乞食较不如。所以晓悟的时阵，伊知影讲我得罪了天。得罪了老爸，敬畏的意思伫遮，我袂堪敌。圣经安尼讲，预备来，阿爸，我有得罪天，甲伫你的面前，打了后袂堪敌，叫做你的囝。得罪老爸，得罪天，毋是讲伊甲迄几千万的财产开掉。老爸若遐好嘢，互你一半开掉啊，伊敢会感觉足无彩？老爸。如果一个听的老爸，有能力的老爸，伊会甲你开掉迄半，伊佫甲赚，家己佫做事，甲佫赚转来。天顶的老爸有即款的能力，所以得罪的老爸咧讲的，毋是讲我甲你财产甲你开掉，毋是我掠做我家己会当做主，我掠做我家己有能力，我行啦，我可以啦，我可以掌握我自己的人生，这是伫即款的经营。所以咧讲到得罪天。得罪老爸是咧表达即款掠家己最傲、最骄傲、崩壁，到个同尾遍体鳞伤的时阵，才发现讲我无珍惜囝儿的身份，我无珍惜这囝儿的身份，所以来到老爸面前咧讲着，伊咧表达的是这个部分。迄个袂堪敌，台语讲袂堪敌，或者说不配，因为我糟蹋了做儿子的身份。无好我珍惜这个，这是咧讲迄项。但是咱注意看这个图片啊，有无？你看图片啊，大囝转来，摕猪头转来，有无？其实这个故事中间咧讲到敬畏，包括大囝。这个大囝伊感觉我会堪地做老爸囝，老爸嘛答应啊，所有家拢是我的，所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管理家的萝卜，正所我逐项来，因为我会当管理这个家啊。如果若有超过我的 SOP， 若无照我家己的概念，照我家己的经验，照我的意识来进行的，这袂用的，就算讲是我迄个阿爸讲的嘛，唔准。伊是过去的人啊，他早晚要过去啊，是我当家做主啊呢，对不？你因分财产啊，小弟的份你互伊啊，这剩的拢我的，我真清楚。今仔日你哪会当搁做这款代志？伊咧看的毋是这个小弟要倒转来分财产，小弟无要倒来分财产，干那要讨一碗饭食，是毋是？伊看的是这个老爸逾越了我的权利呀、啊，这个老爸伤超过，哪会当安尼？我遮忠心，甲遮项代志做啊好做者，你哪会当超过这条线？伊袂记得迄条线是家己画的啊。老爸还佫伫个这什么？这拢啥个？拢老爸的啊！
伊掠做这条线是伊家己画，这个是咱一个爱学习敬畏、信任家己意志伫个软弱中间。咱每一个人拢常常伫这两款情形下面，当咱徛倒摆跋倒，当咱毋拄好去共弄着，当咱贪心摕一个物件的时阵，敢若像浪子做毋对代志啊，咱较容易悔改。为什么？因为社会伦理嘛会甲咱讲你安尼做毋对啊，兄弟姊妹互相提醒。当咱亲像浪子的时阵哦，较容易产生袂堪的敬畏的心。当咱亲像大囝的时阵哦，咱意识袂到，意识袂到。踮咧教会又咁共款，有当时我感觉这是我课程都会领袖啊，照 SOP 来，迄个兄弟哪会安尼吼？虽然我嘴无讲，心内嘛不太舒服。哎呦，教会就互你遮尔啊清楚的路、清楚的规矩，怎么这么做呢？有当时咱做一个积分、一个会长，做一个长老、一个执事、牧师，嘛有可能亲像大囝。咱想讲我遮尔忠心来服侍。所以上帝啊，你交代我拢照安尼来，所以你毋通插手。SOP 课程都定，你天父上帝哦，你踮遐休困就好。吼，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咧讲的，第二个浪子甲大的浪子，两个拢是浪子。第二个是安怎？人伫外口，心伫咧厝的；大的是安怎？人伫厝内，心伫外口，伫家己的天地，家己要主管。所以，甲老爸抗议无欢喜，毋是囝，毋是小弟要来分财产，伊无欢喜是老爸哪会当做即款代志？手指互大，外衫互穿，鞋互穿，这拢代表我即个小弟已经无去的，会当恢复的身份地位甲伊的关系呢？哪会当互伊即款代志？要互伊嘛是我互伊，毋是你互伊啊？有当时啊，咱会安尼无？咱掠做咱足忠心，做较足好，到年底啊。所以，咱常常爱有迄款袂堪的学习，袂堪的学习，咱才袂超过迄条线。啊，若无咱踮咧服侍，踮咧咱的厝内家庭，踮咧社区中间，为什么常常会生气？为什么看到有点不舒服？因为我们觉得我还不错，我像大儿子一样。啊，你吼是对方超过线，毋是我超过线。珍惜光阴，把握时机。按敬畏上帝开始，伊时刻甲咱伫地。第二个，常常继续来操作上帝timing，上帝timing。拄啊，咱读的圣经来甲咱讲爱谨慎，我用的历史遮吼，用的历史遮拢咧甲明白上帝心意有关系。无论是诚做智慧的判断、把握时机，这拢要互咱更较知主的心意。罗德马丁金文牧师，这个金文牧师1960年代在美国做黑人人权的工作啊。咱知伊真少年就过身，去黑人的同胞甲拍死，用枪甲弹死。我常常互人问讲，牧师啊，若真个牧师知影尾啊，伊做黑人人权的运动，尾啊去黑人甲弹死，伊敢会要做这？一开始敢要做这？我安静了，我想，袂，伊应该会，因为伊知影上帝来就是要互伊做这项事。伊知影迄个 timing， 上帝互伊这世间的线段要做什么，那条线的线段。所以讲一句话，伊捌讲的，伊讲哦，若要照早时的律法哦，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咱大家拢痴迷啊，大家拢无牙。你体会这句话无？若要用这款来报复，今仔日这时代，大家目睭拢翕袂了，对不对？哈，翕袂了，大家拢变痴迷。所以讲一句话，伊讲吼，这个 time 时间，其实是你做对的代志、做正确的代志、做好的代志的一个 timing。任何的一个 time， 拢是你好好把握做对的代志的时刻。意思是安怎？对着你的信用。对着你的信心，对着你回应上帝听甲邀请，我做虽然会艰苦，会流目屎，会无了解，为什么伊陪伴我？为什么伊安尼甲我食掉？有影你会有迄个时刻，毋过你爱找到上帝，互你伫对的时间做正确、做对的代志，迄个 timing。
伊会看的是讲，任何时刻都是啊，任何时阵哈，拢是咱会当做。所以2019年要过去啊，无论好歹，诚做历史对吧？我拄仔讲，莫讲2019，敢若12月28就过去啊咯，今仔日29。金恩牧师伊讲，你的确有碰到一寡失望的代志，失望的代志，这是有限的失望来尔啦，接受，就叫接受哈。啊，毋过你绝对毋通失落无限的愿望，这是对上帝所予咱的态度。阮当毋通放弃这个无限的愿望是上帝所要予咱的。所以若对伫安尼，咱嘛看到，虽然讲时间在行，圣诞节也过，这嘛是为什么我今仔日选第一首圣诗的原因。毋望咱毋通讲圣诞节过了，啊，就袂记得圣诞节。耶稣是咱的希望，现代人的希望，所以咱踮伫个圣诞节今年的节期中间，希望伫圣诞所有的活动节目中间，更较深经验到主耶稣基督所带予咱的希望。那安尼，咱要求主帮助咱最近来读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试验我，知我的意思，看我有甚物歹所行，带我行永远的路，带我行永远的路。求主监察咱，互咱常常会当知，迄个监察毋是要互咱有罪恶感，迄个监察是要互咱有罪视感，有软弱的意识，知影话意识到我会犯罪会软弱，毋是要叫你一工到暗就踮遐啉做伙，哎哟，啊我佫食毋着饭吼，啊我佫行毋着路，毋是，是要有迄个我会犯罪的意识，所以我再来挖靠天父上帝，经验到伊要互我永远的道路。所以伫个2019年的上尾主日，咱求主帮助咱，到底时间光阴。这是安怎解释？不管别人安怎解释，安尼我安怎看？我拄仔咧讲的，迄嘛是一款会了解。但是你安怎了解生命上帝所予你的？举一个例来想看觅。2019年有几件，还是一件，互你同 shock 同感恩的代志？那安尼要安怎引带咱行入去2020年？咱逐个人有的是迄款共同的经验，有的是你个别的经验，对不？咱属灵长老教会，咱有咱共同所经历的，但是咱嘛有你家己个人所经历。对我来讲，2019年当然有几落件非常安尼 shock， 像做一个上帝的仆人，伫个宣教牧会过程中间，会经历真侪兄弟姊妹的生命故事。哦，这可能是上帝互阮特别的景调，嘛有可能特别的压力。捌有牧师娘做到尾啊，精神会出问题。为什么？因为看到、经历到太侪兄弟姊妹生苦病痛，无法度了解，连牧师家己嘛无法度晓悟的时阵，会陷入一款会软弱的中间。2019年对你来讲是甚物款？我嘛有当时会碰到这款情形。哦，兄弟姊妹，咱遐尔啊，忠心伫上帝面前，但是有时你会发现一寡。路咱行袂过去，咱迄阵就爱倒转来，迄个大囝的心情会记记啊。迄个主宰是伊，是老爸，毋是我，毋是我。那安尼的时阵，你会发现，你会更较珍惜机会，更较得到挖靠。咱有一个青年，即马住伫新光边，我有一段时间4个5岁，再举做伊姓季，4季的季。季璇哈，季小姐，毋是啦，伊姓啥？姓李，李贵贤哈，李季璇。啊，伊伫个顶礼拜忽然间足痛，拜六顶礼拜六一个8工前，啊，紧去新光边急诊啊，即个新光的急诊室的医生，比较较敏感，所以毋若干那做 X 光，嘛甲做心电图，到尾也搁甲做电脑断层。电脑断层就是爱注显影剂。啊，然后行不舒服，当下想要吐啊，但是去甲你照落去，哇！才发现讲，毋是一直扫下久的代志，原来是心脏出问题，心脏出问题。简单讲，这个20几岁的姊妹，明仔载中昼，伫
咧心讲要动手术，大多3个部分，即是心脏一冲出来迄条叫做主动脉，主动脉一般差不多2.4公分，但是伊叫做主动脉瘤，意思讲即条敢若像无分封的龟龟啊，即马煞分封啊，变做6.9公分，差不多7公分，膨起来。龟龟若分封膨起来了，就真安怎？真容易破，毋多拄着破，若破，比心肌梗塞更较袂富叫。阮就去到边仔，血已经冲出来，所以这条已经破。明仔载要手术，包括3项，这条都爱换人工血管。本来了做换这条呢尔，这个主动脉上升主动脉弯一个弯叫弓形主动脉，敢若经弓形主动脉嘛袂用呀，嘛就爱换，这第2段。那这个第3项是啥？心脏血冲出来0.9秒冲一解，有一个瓣膜冻伫遮，0.9差不多1分钟70个嘛吼。这个瓣膜爱换。即马初步决定是要换牛的瓣膜啊，因为用换牛的会比换猪的搁加用3-5年。等15年后再搁手术，安怎手术？大多变仔骨切断开，心脏摕出来体外循环，然后心脏甲迄个切断用人工血管，然后这个瓣膜牛的甲原来摕掉，但是这足大的风险，较大的问题伫倒？本来是2.4公分，才已经冲到变6-7公分，所以这心脏这出口嘛叫你筋大起来啊！筋大起来，这个牛的瓣膜可能会符合伊无？到底会当互伊无？若不符合袂，血就乱走咯。不管是叫排斥还是讲会适应无？这20几个，这医生讲，这罕会帮着。你若无这个若无破去，就是叫做血管剥离。血管是3元的，血管壁是3元，按照分开就叫血管剥离，血按照冲入去足痛，按中间像，毋是按照冲入去，是行去血管壁的中间所以明仔载要手术，咱放在祈祷中，求主怜悯。这个少年人，我印象深的原因，第一届踮咧教会碰到伊，是2014年新春感恩礼拜。咱的新春感恩礼拜超过100通人，拢嘛是一寡有咱南部转来啦，是咱家属全家来，较无迄款一个，然后一个是咱的青年，爸母出国，伊无爱甲伊出国，就有青年的来遮，所以我定来讲，旧历年的时阵，我就会招因踮咧遮，做阵啊，找2、找3，我拢欢迎来遮食饭，阮3个食4个食嘛，食搁加贵。迄天看到这家己一个来，所以才知原来宜兰人，伊想讲伊爱去教会。所以来咱教会，阮就想讲，咱咧顺教会常常有这种游客就后摆就无啊嘛过无几工，主日礼拜就来。对迄阵到即马，2014到即马，伊伫咱教会东吴大学社工系毕业，要踮咧做一寡服侍，嘛捌踮咧台德高中的辅导室学习，即马伫咧张老师。这个机构底下上班，做社工的，毋知上帝怎样互伊这个功课？医生讲，伊毋捌，伊家己这个主任医生，伊毋捌帮过50岁以下，拢70、80岁。即款的血管瘤，即款的拢是70、80岁。伊嘛第一摆帮到29岁，所以逐摆meeting的时阵，医生心脏科拢来，因为几十年毋捌帮过即款的所以29岁、20几岁就血管瘤，当然。囡仔一出世，心脏有诶，就爱修补迄落，但血管瘤即款诶情形，这对伊来讲当然是一个功课。我想对咱兄弟姊妹来讲，嘛是对我来讲嘛是2019年一个真特别诶。为什么我讲特别？昨下晡去诶时阵，老爸70岁啊，陪伊伫等按宜兰来。老爸是一个真忠厚、老实一个好人，真忠心。但是老爸甲查某囝坐斗阵诶时阵，24点钟讲无一句话。毋是无爱讲话，这老爸袂晓甲查某囝讲话。志璇从细汉开始就踮咧外口家己自力更生，所以也袂晓塞奶。所以老爸甲查某囝斗阵，
老查某囝煞毋知要安怎，甲爸爸一些呢，爸爸嘛袂晓解，所以坐斗阵。老爸当然有真深诶压力，迄个压力是安怎？我为什么袂当加尽一寡责任？为什么阮查某囝会碰到即款代志？昨下晡阮去探访的时阵，几落姊妹含志璇斗阵，我就甲即个老爸留来边啊，甲伊分享，甲伊听伊的，伊就话无讲话。但你咧交谈的中间，互伊知影，你已经尽你的责任啊。地面上的老爸做过较济，食无久啦。我讲，我甲阮囝嘛是安尼讲，你有一个天父互咱靠。伊是民间宗教的，伊手阁有真敬虔的即个念珠吼念珠。我昨甲伊分享即项，我讲你已经尽你的亏力，尽你的责任啊。不管是伫个栽培教育、甲迄个生活费，还是讲伫个即个时刻，即手术费，这拢毋是问题。但是你家己爱偷放出来，伊煞哭出来，一个70岁的查甫人才哭出来。咱就会当知影，对伊来讲，查甫囝要手术这项，医生嘛讲真坦白咯吼，10点钟中间，嘛这手术到底是嘛？过来手术了，踮加护病房会排斥袂？甚至恁遮讲，拢是真大诶风险吼。且爱打拢伫个老爸身躯顶，伊感觉家己无尽到一个老爸责任，无甲查某囝顾好、带好，哪会互伊遮少年保障？我这甲你无关系，毋是你的责任。天父会负责到底。志璇已经说咧，然后一天伊要去天父上帝遐，嘛毋是你的责任。吼，你颠倒为祈祷，虽然你毋捌即个天父，但是你会当为祈祷。这是2019年我所碰到几落件，互我不知感恩也真 shock 的代志。天父上帝用各种的方法要向咱显明，我伫遮，你放心，你袂孤单。虽然老爸感觉无法度代替，无法度分担查某囝的代志，对不？一点仔都无法度代替，我替你来手术。当伫加护病房的时候，我无法度分担陪，就无法度陪。但是咱来知影，有天父上帝，通互咱倚靠，伊亲自伫伊家己所疼的查某囝、囝儿的中间，所以咱必须要回转来想。摩西就甲咱讲，咱就要算日子哦，你要数算嘛，毋是咧叫你过一天算一天，算看一年365天哦，明年加一天，你知无？明年366天，毋是咧叫咱算这啦，摩西毋是咧叫咱算这，摩西是叫咱算迄中间的 timing， 上帝到底安怎咧行代志？想看卖，你家己2019年到底倒一项？互你特别会摆咧即个感恩，所以亲像拄仔咱所学习唱的诗歌，圣诗434首，算看即中间主的恩典、主的慈悲，怎样来引带咱？互咱毋但干那感谢，嘛要分享，嘛要伫咱所徛起即个社区、即个土地有搁较侪的见证，主有恩典。大慈悲，咱同齐来吟。
谢天父上帝，当阮会当叫阿爸的时阵，阮心就得到平安，得到喜乐，得到快乐。主啊，恳求你继续，互阮会当经历你奇妙的作为，恳求你继续伫阮的每一个日子行你奇妙的事，恳求各真各活的上帝，也互阮的性命日日有活力、有真理，通行伫你甲阮陪伴的路上。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兄弟姊妹，三个来准备先奉献，奉献的时写银献做偌济。兄弟姊妹，请坐。咱三个来共读经句，我读一遍，兄弟姊妹三个读2遍。经句诗篇第90篇12节，求你教示阮安怎算家己的日子，教示阮安怎算家己的日子。最后。互人纠正一次哦，你就一直可以犯错哦。这好，安尼表示大家拢无拄久啦吼。诗篇第90篇12节，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是90篇第12节，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诗篇90篇第12节，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三个来欢迎报告。毋知有第一件，甲咱来三个敬拜上帝兄弟姊妹吗？好，咱来关心教会的事工。各
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做伙来关心本礼拜事工。欢迎韩国华城华武瑞长老教会学校的老师甲学生总共16位，伫第一堂礼拜中，甲咱做伙敬拜上帝。后礼拜主日第二堂礼拜举行新任的会长甲中职就任式，名单请看周报。后礼拜下晡1点举行影音同工培训，请影音同工参加。另外嘛，欢迎有兴趣的兄弟参加。明年牧区有做调整，请兄弟看周报第8页。1月丰盛人生会当到招待道还是办公室买。在2月31號暗時8點，伫禮拜堂舉行年尾祈禱會，迄禮拜的祈禱會會提早做伙舉行。正月1號辦公室休困一天。以下是明年聖禮典的時間，請有要洗禮的兄弟往辦公室報名。正月6號早起9點半舉行雙年例會。以下是聚會內容，歡迎踴躍參加。教育館的景觀工程甲內部設備裝潢的聯合項目，囥佇招待道，歡迎兄弟聯合。以下是教育館興建工程的進度，請代導甲奉獻。请繼續為身體欠滿的兄弟姊妹代禱，願上帝安慰甲醫治。三個來講道，咱請柯牧師。除了咱拄仔所看到教會做聖工甲兄弟姊妹，咱的關心代禱的事以外，嘛包括咱家己本身會當排列。但是咧，週報中間有2項我特別甲大家分享，就是已經幾落禮拜啊，咱踮咧週報中間攏會看到5區。因為咱伫咧過去這幾年，毋通干那有真早，我尾仔看歷史，對林志遠牧師迄個時陣，咱就分7區，所以咱有延續這款到即馬咱甲調整做5大區，所以你會看到，你若家己毋知，你倒一區無要緊，因為後禮拜開始，咱會特別互兄弟姊妹閣確認，主要是看每一區的長老執事。咱看到要服侍，即係長老執事，咱會當愈來愈熟悉啊，先為因祈禱，這是第一項。第二，2禮拜前伫抄寫金句，每一工寫一隻金句頂頭，咱進度有訂單一張，咱今仔日甲調整起來。所以你若有繼續照你家己進度寫，袂訂單吼，繼續安尼甲寫落去就好吼。這特別來報告。所以我望咱將咱家己要帶倒的事，包括咱拄仔所日日放佇上帝面前，請咱起立，開咱的心，開咱的嘴來祈禱。親愛的，感謝你，互阮會當2019年最後一禮拜來到主你的面前，主，感謝你，主啊，你家己來講話，家己來講話，我實在是會感激，懇求你來每一個兄弟姊妹心打開。大家的心靈會當經驗主你，主啊，阮會當你開嘴講，因為阮心實需要，將這一切攏擺在你的聖手，懇求你憐憫看顧，毋通互阮行偏差，因為你大名會成做阮真實的祝福。主，懇求你因帶保守，互阮會當佇你定着的時間。感謝天父上帝賞賜活命互阮。感謝天父上帝聖神時刻會因帶保護，通互阮會當愈來愈知主你水的旨意，通好佇行事為人，通好會曉掠主你正確的時間，毋是阮家己所掠看做對的。懇求主你賜福看顧，特別當阮學習我靠你的時，就要看到主你抱着阮。伫每一日中間，無論是甚麼款的功課挑戰，伫迄中間，攏要看到上帝你所予咱的機會。timing 有意義，這個意義是對天父你所予阮的。阮的健康仰望你，阮心身的平安甲喜樂對你遐來領受。阮所需要的
工作、事业、家庭经营顶头的智慧甲态度，主啊，恳求你加倍赏赐。愿你的主爱甲你的怜悯，拢无离开我。愿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三甲来上营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顶上帝听头、圣神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甲恁大家三个彼得，对即时直到主国来，阿门。姊妹，请坐，列岛散会。